纪检委通报称，东突厥斯坦前农业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克拜尔·伍普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64岁的艾克拜尔·伍普尔先后在不同的职务工作近40年。中国当局没有公开他到底涉嫌哪些罪行，严重违纪违法是中共惩罚干部官员常用的指控。近年来，中国当局以反对东突厥斯坦双灭人民和分裂势力的名义消除当局认为缺乏忠诚的干部。现在，中国共产党以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名义开始打击干部。中共当局发布的20条措施中指出，所谓掩护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干部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中国军方星期四凌晨调派新的海陆空部队进入香港。官方称这是驻港部队的年度例行轮换，但此举时指示威者即将举行另一场未经警方批准的大型集会的敏感时期。另外，外界密切关注和担忧中国国营媒体当天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在夜幕中，装甲运兵车和卡车从支持之遥的深圳进入香港，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人民解放军第22次轮换。也门国防部发表声明说，209战机自28日晚起对驻扎在也门南部多个地区的政府军发动10次空袭，导致300多人死伤。也门国防部通过官方撒巴通讯社发表声明说，209战机对也门南部阿比扬省首府近畿巴尔市和临时首都雅丁市及周边地区的政府军进行了10次空袭，造成300多人死伤。巴基斯坦成功试射了一枚加纳维短程弹道导弹，该导弹可携带常规弹头和核导弹。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局局长加夫尔星期四在推特上写道，今日凌晨成功试射了一枚加纳维短程弹道导弹，它能击毁最远290公里距离处的目标，并装备各型弹头。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印度开始向俄罗斯支付其订购的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费用。俄罗斯负责协调武器贸易的政府机构发言人表示，已收到来自印度的武器系统的预付款。美国一直试图迫使印度取消此次采购，然而印度官员坚持认为 S-400防空系统对国防至关重要，并坚决坚持购买，尽管有可能违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服务部副主任弗拉基米尔·德洛约夫早些时候表示，莫斯科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从印度获得第一笔付款，以便 S-400的装运可以在2020年开始，并在2025年完成。